这风台一日来，真侪所在拢淹水，淹水了后，真侪物件拢变甲臭干干。即马这环保局也开始进行着消毒作业啊。就管需要要提醒民众讲，这风台一日过，就一定爱做清除、清理甲消毒这3项，才会当预防传染病发生。风台过了，台北市的雨也是擦擦滴。为着要恢复市容，清洁人员是拿扫涂骹、拿捡手机，若看到涂骹有积水的水卡仔，因嘛赶紧把水倒掉，把水卡仔倒卡，避免积水、洗白菌、网糖。这个灾后我们现在还在下雨嘛，我们会先将大型的废弃物或容易积水容器，我们将它移除。接下来的步骤就是等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派消毒班的消毒人员深入到比较社区、比较角落的地方，或容易产生病霉的地方，加强一个喷消的动作。今仔中南部地区这2天落大水，出现较严重的淹水灾情，真侪民众等水退，赶紧甲处理摒扫清气。疾管署提醒民众整理环境，一定要落实清除、清洁、消毒3个撇步，才会当避免网虫的生团。提醒民众要注意户内外的这个容器有积水要赶快倒掉。那如果是有天沟或者是屋后沟的话，要特别的检查。如果有积水的话，要清理或者是投药来预防病媒蚊。风台雨水较大，沙土嘛较济。风台过后，各地水拢会较垃圾。疾管署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饮用水甲食物的卫生，食物一定要煮熟，较安全。记者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。